你有冇咁樣嘅經驗呢？明明打算專心咁溫習，但係溫咗10分鐘就忍唔住睇手機，又或者坐咗喺書台前面好耐，但係覺得咩都學唔識。如果你都有啲咁嘅困擾，咁今日嘅內容就絕對唔好錯過啦。歡迎大家返嚟 Grow with Amy 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實用嘅學習技巧，呢個方法就係番茄學習法。番茄學習法係一個被全世界好多學霸推崇嘅學習方法。佢唔需要複雜嘅技巧，只係需要一個計時器就可以幫你嘅學習效率大幅提升。喺講解點樣執行番茄學習法之前，我哋首先嚟了解一下番茄學習法嘅由來。呢個方法其實係由番茄工作法延伸出嚟嘅，將佢嘅核心概念應用喺學習情景上。番茄工作法係喺1980年代末期，由一位意大利大學生法蘭西斯科西里諾 Francesco Cirillo 創立嘅。當時嘅佢同我哋一樣，喺準備考試嘅時候，好難長時間咁專注溫習，總係容易分心。於是佢就開始實驗各種學習方式。最後佢發現用廚房嘅番茄型計時器嚟管理時間，個效果係最好嘅。就係咁，佢就將呢個學習法命名為番茄工作法。經過多年嘅實踐同埋研究，佢發現25分鐘係人類能夠持續高度專注嘅黃金時長。呢個發現後嚟俾好多學者驗證，亦都成為咗現今廣泛使用嘅學習方法。講到呢度，究竟番茄學習法到底係啲咩嚟嘅呢？其實佢嘅核心概念係非常之簡單，就係25分鐘專注學習，然後休息5分鐘。呢個就叫做一個番茄鐘。每完成4個番茄鐘之後，再休息15到30分鐘。究竟點解咁樣嘅時間安排會有效呢？其實佢背後係有3個重要嘅原理嘅。第一個原理就係時間可視化，意思係將大任務分解成一個25分鐘嘅細塊，等我哋感覺容易啲去達成，降低咗心理負擔。第二就係強制專注，喺番茄鐘時間入邊，我哋只能夠做一件事，咁樣就可以避免同時間處理多項工作帶嚟嘅效率降低。第三個原理係規律休息，短暫嘅休息其實係等大腦有時間整理學到嘅知識，同時為我哋下一輪嘅學習充電。好啦，講完番茄學習法嘅核心原理之後，跟住落嚟呢，我會為大家講解番茄學習法嘅具體操作步驟。第一步就係決定任務。喺開始番茄鐘之前，我哋呢要從 To-Do List 待辦清單入邊選擇一個明確嘅學習目標，例如要完成數學 Chapter 3嘅習題，或者呢就係背完英文單字第1到第5頁。記住一樣嘢，就係要將嗰個目標定得具體明確。第二步就係設定計時器，我哋可以用手機入邊嘅 Timer 啦，或者去 App Store 度 download 一啲專門 for 番茄鐘學習法嘅一啲計時 App。咁通常呢，我哋去 search 番茄鐘呢，都會彈好多相關嘅應用程式出嚟嘅。再唔係呢，我哋可以去攞屋企最傳統嘅廚房計時器都可以。咁預備好個鐘，我哋就可以 set 個 timer 就係25分鐘。第三步就係專注學習。喺呢25分鐘裏面呢，就要全力投入你設定嘅任務。喺番茄鐘開始嘅時候，如果突然間諗到其他事情，我哋就會揾張紙好快咁喺上面寫低，等番茄鐘結束咗先至去處理。記住，絕對唔好喺中途暫停或者重設個 timer。第四，短暫休息。當計時器響起之後，我哋要即刻停低休息5分鐘，
喺呢5分鐘休息嘅時間裏面，你可以企起身行下，去窗邊睇下風景，去飲杯水或者伸展下身體。但係唔好做一啲需要動腦筋嘅事，亦都唔好去拎部手機喺度係咁睇 IG 啊 YouTube 咁樣。第5步係重複循環，休息結束之後開始下一個番茄鐘。喺完成咗4個番茄鐘之後呢，俾自己一個較長嘅休息時間，大概15到30分鐘都可以嘅。講完點樣執行番茄學習法，你可能會問，番茄學習法究竟有啲咩好處呢？簡單嚟講呢，佢有5個好處。第一就係提升專注力。短時間嘅時間限制呢，就讓我哋可以容易維持高度專注，避免走神，就好似短跑比長跑更加容易全力衝刺一樣。第2個好處就係減少拖延。25分鐘聽起嚟嘅學習時間好似好短，開始嘅心理障礙呢亦都會比較細嘅。喺開始之前，話俾自己聽，呢一個番茄鐘入邊，只要堅持25分鐘，就一定會比讀3個鐘頭書容易接受得多。第3，強化成就感。試諗下，每當你完成一個番茄鐘，你就會有一個小成就，呢一種正面嘅回饋就會激勵我哋繼續落去。第4就係改善時間管理。透過記錄番茄鐘嘅數量，我哋可以更加準確咁估算任務所需要嘅時間，提高計劃嘅準確性。第5個好處就係容易實行，成個步驟係唔需要複雜嘅工具或者技巧，只係需要一個計時器，你就可以開始執行呢個番茄學習法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番茄學習法究竟可以喺咩時間用？其實呢個學習法咧係適用於好多唔同嘅學習場景，例如考試嘅準備啦。當你要背生字、做練習或者複習筆記嘅時候，其實你都可以運用番茄學習法嚟提高效率嘅。第2個場景就係語言學習，你可以用25分鐘嚟專心聽英文，25分鐘攞嚟練習 speaking。咁樣嘅安排呢，其實可以令到語言學習更加有節奏嘅。第3個情況就係做功課，例如數學題啦、作文啦、科學實驗報告，其實都可以用番茄學習法嚟到完成。第4個情況呢，就係證照考試，亦即係考牌。成年人佢哋又要返工，又要去考牌，咁究竟佢哋可以用咩時間去準備呢？佢哋其實可以透過番茄學習法，幫佢哋喺忙碌嘅生活入邊揾到學習節奏。第5個情況係技能學習，例如去寫 program 啦、畫畫啦、學樂器啦，呢啲技能嘅時候呢，其實番茄學習法呢都可以幫助佢哋維持練習嘅專注度嘅。聽到呢度，如果你都想開始實踐番茄學習法嘅話，首先你要準備一個計時工具。以下落嚟，我會為你推薦幾個好用嘅選項。首先係手機 app， 而家有好多 app 呢都係 design for 番茄鐘功能嘅。咁例如係 Forest 啦、專注森林、Be Focused、潮汐呢啲 app。第二呢，就係可以用傳統嘅計時器。例如咧，通常喺廚房攞嚟校時間嗰個廚房計時器啦，咁其實都可以直接攞嚟用 set 咗時間就可以開始用啦。咁亦都唔會有手機嘅干擾誘惑。第3，線上工具。如果你係喺電腦前學習，其實可以用線上嘅番茄鐘網站去幫你計時。第4，紙筆記錄。咁可以準備一張紙去記錄翻完成咗幾多個番茄鐘數量，咁樣呢，你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自己嘅進步。番茄學習法雖然好有效，但亦都有注意嘅事項。首先就係個適應期啦。
啱啱開始咧，可能會覺得25分鐘太短，又或者太長，咁其實咧係正常嘅。咁我哋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微調一下，例如20分鐘一個番茄鐘，或者30分鐘一個番茄鐘。第二樣要注意嘅事項就係任務嘅特性。對於需要長時間做深度思考嘅創作型任務，頻繁嘅中斷可能會影響咗思路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可以考慮延長單次專注嘅時間。第三個要注意嘅事項就係休息品質。喺 break time 嘅時候，真係要休息㗎，因為呢個時間係俾你去 refresh 一下。千祈唔好攞嚟處理其他任務或者睇手機。如果唔係，反而會增加個疲勞感。想要成功咁運用番茄學習法，呢度有幾個實用嘅建議。第一，環境準備，揾一個安靜整潔嘅學習空間，將手機設成靜音或者放喺睇唔到嘅地方。第二，任務分解，就係將大任務分解成適合25分鐘完成嘅小任務，就好似讀完成本書，我哋可以將佢分解成讀完第一章，或者係整理第一章筆記。第三就係記錄追蹤，用紙筆或者用 App 記錄每日完成嘅番茄鐘數量，咁樣就可以睇到自己嘅進步軌跡。最後一個建議就係堅持練習。啱啱開始其實可能會唔習慣㗎，但係持續1個星期之後，你就會感受到明顯嘅改善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詳細介紹咗番茄學習法嘅背景、原理、操作方法同埋應用場景。呢啲方法睇起嚟好似簡單，但係佢嘅背後有住科學嘅根據同埋實證嘅效果。記住，學習方法只係工具，最重要嘅係開始行動。我建議你而家就可以試下，選擇一個學習任務，設定25分鐘嘅計時器，開始你嘅第一個番茄鐘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方法有用，記得 like 我哋條片，分享俾你哋有需要嘅朋友，亦都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你用呢個學習方法嘅心得，我哋可以一齊交流學習經驗。之後我會同大家介紹更多實用嘅學習技巧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咁樣就唔會錯過新影片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，下次見。